早早，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7月17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咱先来关心一条上新的消息：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伊昨代表总统蔡英文来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也就是 APEC 非正式的领袖会议。伊也提出疫苗的问题，讲台湾真需要赶紧摕到更较侪疫苗。目前我们的疫苗注射覆盖率低于20%。虽然美国与日本已慷慨捐赠疫苗，我们的民间机构也已经成功采购1000万剂，我们仍然需要更多数量的疫苗。而且需要尽快取得。这是 APEC 对1989年创立以来，主办国头一届伫年中加开一场的领袖层级会议。这届会议也通过 APEC 经济领袖的声明，内容是讲要抵挡疫情，让经济渐渐复原，也鼓励会员国伫疫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合作，也要让这个疫苗扩大制作，公平来分配。咱搁来关心国内疫情，昨时搁加29例本土病例，3个带病入境，有4个人连病死亡。另外，伫过去1礼拜，入境的病例有验出7个是为着 Delta 变种病毒，因内底甚至有人注过1档的莫德纳疫苗，结果也是染着病。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历来，指挥中心宣布，16新增加29例本土的确诊病例，个案分布以台北市14例上多，搁再来是新北市11例、桃园市2例、宜兰县甲彰化县各1例，另外有4例死亡。我们今天就确定的病例29例，好，那居隔阳性就有7例，有22例，好，那事实上在社区里面，当然有一些是家庭的群聚，那1天之后这个。好，未确定的就没有那个来源的个案数会减低，但是还是有。好，所以我们还是要求在3级警戒里面，个人的防护要做好。指挥中心也公布7月7日到10日，CT 单在27个境外移入确定病例的病毒定数结果，有7例是 Delta 的变异株，其中暗号155是对英国转来20多岁男性，6月20注射过头一剂莫德纳疫苗，医院去画着。另外，案例15283是对美国转来30多岁女性，是注过2剂莫德纳疫苗，也佫有捷克1例，印尼甲缅甸各2例，总共有7例个案。这个 CT 值大概是10到20例拢有，属有拄则发病的状况。除了境外移入的个案，指挥中心也做40例本土个案的基因定数，包含台北市信义区的社区、厝内底的烧话、桃园新北有关花都互相烧话、台积电互相烧话、台中中华少年族群烧话、台北车站地下街、沙丁堡通城。定数的结果拢也是英国变异株相关的个案，那定序结果通通都还是我们的这个英国变异株。那总计我们现在目前是从去年10月到现在有累积470案的这个英国变异株。另外，最近1个月缅甸的新冠疫情拖真紧，最近1礼拜1天增加确诊数由50例以下上升到超过4000例，而且检验阳性达到30%。所以指挥中心宣布，加缅甸列入重点的高风险国家，对18日0时开始入境的人，要过去14天内底有缅甸旅游史含转机的人，一律要住伫集中检疫所。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有一个60多岁的查甫人，伊昨透早注莫德纳疫苗，到暗头啊就无爽快，送去病院也是救无回来。伫新北也有民众伫13个早起注莫德纳，结果尾仔刷过身的案例。提出先生注莫德纳疫苗黄卡，家属无法理解，本来健康人奈雄雄倒来了后死亡，怀疑是疫苗造成的。打针的关系，如果没有打针的关系，他不会马上就走了。我跟他讲不想打，可是不知道哪个要求是要打，他还去打。市政府是讲，这个60多岁死者经过调查有心脏类的慢性病，为了查清楚死亡原因，也是都要解剖。不过家属意愿无悬，会全力来沟通，也协助后续的相关事项。内地新北原有一个69岁查甫人，13注完莫德纳疫苗了后，人7点钟雄雄死亡。那我们也会协助这个家属将这些的这个资料呢提到中央的预防接种受害救济的委员会来审议。
另新竹有民众做完莫德纳疫苗了后，13去拍高尔夫球，伫球场心惊踢，目前伫加护病房急救当中。患者是被搀扶坐在椅子上，然后已经呈现昏迷。医师评估，患者心肌太加做完疫苗应该无直接的牵连，免怕对方有血管脱气的问题。不过各地拢陆续出现做完疫苗了后无拄好的镜头，这个状况原来由各地政府整理了后汇报给中央。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各地高温烧热，日时的高温可能升到35度，伫过昼会落雷公雨，咱来看温度。今仔日雨水较少，不过中南部甲各地山区可能熊熊闪大雨，也要注意单雷公、透大风。伫大台北盆地，阁有宜兰外山区、华东、冲国的所在，高温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紫外线拢是过量的等级，伫日头是真是炎。另外，伫菲律宾的东边有热带扰动，上紧会伫后礼拜上紧会伫礼拜继续风台。不过即马阁离台湾真远，无确定伊会安怎行。不过到后礼拜二到拜四，受到伊外围环流的影响，北台湾会落大雨，中南部也是会落西北雨。提醒乡亲就要注意天气的消息。台上167档的家人中元节，今年要照常举办。受到疫情的影响，部分的活动拢改做线顶直播。不过咧，这个开看门、夜水灯牌这款重要的宗教科技也会照行，民众会使透过网络来看闹热。伊这就是安尼开啦。家人老大公庙的人员是犯中元祭典开看门的流程。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已经有167年历史的家人中元节活动，虽然会伫8月初8来举办，不过文化局甲各宗亲会讨论了后，决定按防疫规定来办理。亲像老大公庙开看门等等的仪式，会采人流管制，而且要求保持社交距离。文化局会来督导，阮遮会派一寡义工，就是讲分流，就是讲起来要拜拜。安怎就是分配起来拜啦，分流起来拜啊。当然一切科技是无变啦。所有的祭典仪式，无论是维持3级还是3级降到2级，我们都会以最高的标准来进行今年的中元祭。除了静态民俗科技会持续进行以外，赢斗灯、放水灯等等动态部分，伫防疫优先的情形之下，会改用车队游行的方式来进行，卖线顶直播无开放民众参加。赢斗灯甲放水灯的游行，阮拢用踩伫个坐车顶的方式，用车来踩街游行，无讲人踮咧行路，袂讲有迄个亲子的关系。为着避免中元节活动造成民众的群聚，家人市府强调讲，相关的规划会甲指挥中心报备，嘛落实防疫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花莲对7月14发生42届的地震，昨昏透早又搁发生16届，规模3.0到4.7。专家也警告讲，这地震的中心对7月14开始，渐渐向北平线来到花莲的市区，人口较济的所在，民众就要注意。接落来是中国时报，即马放零防疫，民众趁礼拜四出去耍，可能会伫车顶食物件。指挥中心也提醒讲，民众伫车顶也是爱挂喙罨。不过，若是一家伙仔伫车顶食物件，会使暂时甲喙罨留落来，安尼袂互罚钱。落尾是联合报，屏东县有一个查甫人，伊疑似伫做完 AZ 疫苗了后有不良的反应，医生评估讲，伊无适合去做同款的疫苗，所以第2期会当改做莫德纳。即马已经做了，也真做是全台湾头一个。疫苗蓝类组真正合法的个案。东京奥运剩无1礼拜就要起鼓啊！安全检查的团队也拢在做最后的演练。这届奥运大量使用通分辨人面系统，而且每一个运动员佮工作人员因的证件拢是类似的，防止互人造假。安尼检查的时就通赶紧通过，避免接触到。
双手消毒扫描证件，通过安检电工机，若做牌仔内底有地固，都要搁啉一喙，互安检人员来检查。一旦电工机扫描到不明的物件，当学安检人员就要求爱拍开，互人检查。每一个细节拢要做到最高要求，工作人员才当顺利进入每一个场馆。虽然过程麻烦，也毋过当学安检团队训练甲真好，以国际转播中心的安检站做例，拢总有10条安检通道，确保人员检查顺利。同时，过当保持社交距离。对大部分的国外媒体来讲，对这种的安检规格感觉真满意。Yeah, it's very easy. Yeah, very nice, fast, easy. Could be a little more on the ball. I'm having trouble with my transportation is the only thing because I can't take buses or taxis. But besides that, it's all good. 东京是全球安全城市指标的第1名都市，历史上也毋捌出现过大规模的恐怖攻击。也毋过为着奥运会会当顺利来举行，开幕进前的奥运场馆拢一直伫进行维安演习甲部署。除了拄仔看到的安检点以外，包括着警察、消防也甲自卫队，拢全体总动员做伙支援东京奥运。其中连东京附近的警察厅，像立木县甲千叶县，也拢支援东京都，要互维安做甲上安全。台湾媒体看到这种的高规格维安战绩，拢有比赛紧张气氛。也毋过对香港媒体来讲，因的感受都无共咯。因讲这是因真日常的平常生活。就是很一般了，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严格，蛮正常的。因为在香港也经常这样安检的，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当学的维安战绩也会根据无共场馆性质有所调整，人员安排部署原来无共。不过上届大无共就是将大规模启用人面辨识系统，结合着防止假造证件，做到安检的时阵相当确认的效果，避免安检人员伤晚近接触运动员也甲媒体，同时也会当达成最高的安检任务。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目前咱国内本土病例数。昨日本土病例增加29例，台湾的本土病例数计共有14103例。咱来看各县市病例人数。目前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有新北6692例，台北市4723例，超过100例有桃园742例，苗栗是548例，基隆有308例，彰化是270例。伫台中有204例，新竹县是109例，另外死亡的个案也增加4例。这个资料是疾管署今仔日早起上新的数字。昨已经开放第9类和第10类的民众通来注预防针，最近也有民众上报走去注无共牌子的疫苗。指挥中心就讲会搁讨论敢要来处罚，不过疫苗通人咧注的效果，这嘛是搁爱观察。医护人员确认身份、写资料，昨日开始第9类、第10类的民众会使注预防针。注射站的人比以前是加真济。这摆注的是 AZ 疫苗。AZ 疫苗冇有安全性的疑虑，不过来注疫苗的民众讲，即马已经无咧烦恼啊。我们真的专程跑到医院问专业医师，医生也建议我有疫苗就赶快打。如果在打完之后，如果真的有不舒服的话，48小时之内的话，只要知道症状的话，其实我觉得都应该不是太大问题。不过最近台湾各地拢传出有人2摆疫苗注无共牌子的消息。指挥中心捌讲，会要求注射站爱加强检查民众的健保资料，嘛会研究是毋是爱开发。昨日指挥中心表示，专家小组嘛正咧研究 AZ 加莫德纳疫苗混合注的可能性。AZ 加上 BNT A 加 B 这样的一个混打模式，比 A 加 A 确实是它的免疫反应来得更好、更理想。可是 A 加 B 是不是就一定可以衍生变成 A 加 M？ 国外确实就是有一个小规模的研究 A 加 M， 那看到 A 加 M 反应，当然免疫反应确实当然是比 A 加 A 来的好像是更好。那有这样的一个国外资料，我个人当然认为，或许疫苗咨询小组也值得再为这个结果，那是不是需要再召开一次会议？张尚顺表示，国内嘛有团队伫咧研究混合注疫苗，但是搁要一段时段的观察，才会当有结果。过程中有相关的资料，专家小组嘛会来参考。记者郭北君、郑派文台北报道。新竹县的得当者当咧做停车场的工程，不过所有人载50吨的建筑废弃物去工地偷盗，即马嫌犯已经抓到，也已经甲伊送到地检署侦办。对着嫌犯的脚步来到工地，伫
地区内底，会使看到互人偷盗的建筑废弃物，黑色布棚砍掉的拢是柴壳、砖仔角、粪扫等等的废弃物。负责再来偷盗的司机讲，是另外一位姓刘的查甫人委托伊处理的。有黄姓大货车司机受那个刘姓男子的委托，协助载运房屋拆除所生之废弃物至空地倾倒。全案警方会同环保人员依法现场搜证，并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地检署侦办。环保局得到通报，嘛来到现场勘查，甲表面的土挖开了后，抓算有50多栋的建筑废弃物。里面它就很多是类似像建筑拆除业会有的废弃物，那还有像什么废床垫啊、废木材、废 PVC 管、废帆布，还有什么玻璃、砖瓦这些保丽龙这些，还有很多的那个生活垃圾都埋在底下。警方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把案件移送地检署侦办，涉嫌者落尾若是互人起诉，而且判刑确定，会当关1年到5年的有期徒刑，搁上悬1500万的罚金。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高雄六股遮的金峰山影，也是受到疫情的冲击，小国外的客单是有减少，小国内的绩效也干那旧年的一半。农民表示，今年拄到可旱，山影生甲较细粒，拢消无落，互因是真烦恼。因安尼，即马市府和农会也要来甲因斗相共。往年拢5粒、6粒足济，今年足少，拢7粒、8粒。这一箱一箱的山影，拢是准备要出货。仓库阁有差不多100多箱的山影等咧阮。今年普遍山影较细粒，阁拄着疫情，销路大受影响。农民讲，今年拍卖平均1公斤30块，计销差不多是旧年的一半。有爱收，但是有的人袂接受的啊。安怎讲？啊，就批3摆啊。今年啊，保平安就好啊。这疫情的关系嘛介大呢。系啊。阮是做网络的一寡人来订的较好销。产销班班长苏文良今年拢靠老客户，六股真侪农民袂晓网络甲厝配，山影毋知影要卖互啥人。尤其六股金峰山影，往年有9成拢外销，旧年外销240栋，今年可能会6-4成。外销的部分是因为受疫情影响，所以船班上有一些就是像叫不到货柜。就往加拿大的部分了，那加拿大就是我们现在就改走空运这样子。那可是陆续像新加坡，我们今年就出了非常多。六股这金峰的面积有650公顷，是高雄上大的产地。看到民众抢买屏东邦山甲台南的山影，六股的农民足心酸。加在即马农会甲市府斗相共，甲农民上山影，透过网络甲厝配销售，希望渡过疫情难关。记者陈嘉文、刘伟做高雄报道。教育部有设一个全国教保资讯网，让家长伫咧选幼稚园的时阵通做参考。不过，这个网站互人反映讲资料真少，佮无好使用。立委和教育团体伊就掠民间家己设立一个网站来做比较，呼吁政府得来改善因家己做的网站。有红色的。那就代表说，这一个幼儿园它其实是过去有违规记录存在。家长一看地图就通知影敢有违规，嘛会显示旧年、今年收费的资料。这是民间家己做的台湾幼儿园地图，要反映的是教育部的全国教保资讯网，无够简化利便。比教保网的部分，它目前都还是用条列的方式。那条列方式的时候，大家其实很不容易知道它里面的情况。就教保网查询幼儿园，爱一笔一笔点，搁爱直直试干净号码。有家长嫌麻烦，过了时间，默默拄到官方资料换新无够紧，违规缺失。也说明不清楚，造成误解。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幼儿园伙伴，他们其实是正派的经营，但是家长群体之间彼此会有一些以讹传讹的现象产生。那他们其实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数据来讨论这个园所的作为，庄教总表示，自2019年就有家长公开反映，教育部到今拢无具体改进。立委嘛要求像老师的教师证等等，爱直接开放公布，让幼儿园伫市场机制下良性竞争。佮教师是表示，即马教保网顶悬拢有公开评价收费的相关资料，后续会针对交通车立案面积等等通公布的部分，伫今年建期网页会各做调整。记者陈嘉文、刘水采访报道。疫情爆发到今，
病毒的源头对倒位来，犹原无确定的推论。即马秘书长谭德赛就解释讲，中一届调查的时，中国唔肯交出资料，所以也无排除病毒有可能是对实验性造出来的。另外，世界卫生组织也讲，Delta 病毒已经拖到中东、北非这块地区，因为宗教活动的关系，群聚感染恐惊会更较严重。新冠疫情伫咧全球咧滚价，到达已经超过年半的时间。世卫组织虽然有派专家小组去中国武汉调查病毒的源头，不过调查的结果，大家还是有真侪疑问。重新启动调查的声音是袂少。15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因为欠缺疫情爆发初期原始的数据，所以无法度排除病毒是为实验室传出去的可能性。We are asking actually China to be transparent, open, and cooperate, especially on the information raw data that we asked for at the early days of the pandemic. 另外，一份 WHO 的报告指出，Delta 病毒伫炭烧已经严重损断中东，抑个有北非地区，而且7月20日，穆斯林的开斋节假期就要到啊，宗教活动的群聚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效果。Donc on a besoin de ravitaillement aussi en oxygène, si possible, parce que l'oxygène, c'est vrai qu'on a des réservoirs, mais à l'heure actuelle et à cause donc du gros cataclysme qu'on est en train de vivre, les besoins dépassent largement ce dont on dispose. 另外，美国莫德纳药厂的研究指出，因的疫苗对18岁以下的青少年有效。欧洲药品管理局最近嘛当地研究讲，要开放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互因会当注莫德纳疫苗，上紧后礼拜就会做出决议。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同款来关心灾害的消息。欧洲发生100年来上严重的大水，德国、比利时和荷兰拢算断甲真功夫。这届灾害尚无造成120人死亡，上千人失踪。世界气象组织就指出讲，西欧国家伫2天内就已经落降每2个月的雨量，灾害才会遮严重。就伫媒体一个访问的时阵，后壁一间厝的壁互大水冲甲倒去，也有人自厝顶跳来。西欧这2天落大雨做大水，有几落个国家传出灾情，比利时几落条河水拢满出，水正窜流。Vers 4 heures du matin, l'eau a commencé à monter. Donc j'ai vu au fond dans la ruelle que ça commençait à monter. On devait évacuer pour aller chez mon papa à l'abri et en sortant on avait de l'eau jusqu'à la taille ici. 比利时东部甲南部的大水造成至少20个人死亡。比利时总理宣布，原本7月2日比利时国庆的庆祝活动缩小规模，7月20定做全国哀悼日，向罹难者致哀。Ce qui devrait être des belles journées estivales se sont soudainement transformées dans des jours sombres et extrêmement tristes pour bon nombre de nos compatriotes. Nous attendons toujours le bilan définitif, mais il se pourrait que ces inondations soient les plus catastrophiques. 德国西部也做大水，有一栋厝就安尼直接被水冲走，水正大，造成树倒路崩，也有超过100人死亡。正伫咧美国访问的德国总理梅克尔讲，会尽全力救灾。世界气象组织讲，欧洲虽然已经做好准备，不过也是正歹应付极端气候。But when you get extreme events such as what we've seen, 2 months worth of rainfall in 2 days, it's very, very difficult to cope. And I've seen photos this morning from I think it was Rhineland-Pfalz. Just it was utter devastation. It was heartbreaking. 荷兰领保省的莫兹湖水位达到200年来上悬，有几落千人被撤离。领保省几落个城市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卢森堡政府是成立危机小组来应付一暝的大雨所造成的紧急状况。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辑。佮再提醒观众朋友，今仔日过到中南部要注意雷公雨。伫迄个大台北本地、宜兰、花东天气是会较烧热。另外，菲律宾东边有热带扰动，上紧伫礼拜就会结做风台，后礼拜可能会影响台湾。咱来看各地头的气象资料。伫北部地区是25度到35度，伫中部地区是24度到35度。
伫南部地区是24度到34度，伫东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华岛地区是26度到34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